香港警務處將會喺2013年底推行一個名為 Senior Police Corps 嘅計劃。呢一個計劃係以長者為服務對象㗎。為咗幫呢個計劃揾一個最適合嘅中文名同埋標誌，我哋早前就舉辦咗一個名為中文命名及標誌設計比賽，並且喺今年嘅6月14號喺警察體育遊樂會呢度進行頒獎典禮嘅。現場嘅情況係非常之熱鬧㗎，一齊睇下當時嘅情況啊！今次呢個 Senior Police Corps 中文命名及標誌設計比賽係非常之受歡迎㗎，分別收到11200幾份同埋2900幾份嘅參賽表，而參賽者嘅年齡層係非常之闊，由6歲去到99歲都有個 Madam。冇錯，菲力，今次呢個比賽係非常之特別㗎。我哋較早前亦都經過一個評審委員會，喺眾多嘅作品之中呢，係選出最優秀嘅3個作品，分別呢就係奇樂警訊、至尊警訊同埋長青警訊。而今日嘅參加者呢，亦都做咗一個即場投票。最後咧，奇樂警訊咧就係得到最高嘅票數，將會成為 Senior Police Corps 計劃嘅正式嘅名稱同埋標誌嘅。阿葉小姐同埋 Catherine 同學，首先呢，恭喜你哋成為 Senior Police Corps 中文命名及標誌設計比賽嘅冠軍得主。阿葉小姐啊，你嘅標誌設計咧就成為咗呢次比賽嘅冠軍啊！其實點解你會設計呢一個標誌嘅咧？喺設計呢個標誌嘅時候咧，我覺得個旗幟咧好能夠代表長者，於是我嘗試咧將 SPC 呢3個字點樣要融入落去呢一個旗幟裏邊，咁作出咗唔同嘅組合咁編排啦。最終咧就發覺原來中文同英文咧夾埋出嚟個效果咧就好好嘅，咁所以就做咗呢一個設計嘅初稿啦。葉小姐今次得獎有咩感受呢？我真係覺得好開心啊，因為咧得到有唔同嘅嘉賓支持，咁先至能夠成為咗冠軍嘅作品。咁好希望所有參加奇樂警訊嘅老人家都會中意呢個標誌，而喺日後佢哋參加呢個活動嘅時候咧，能夠活出呢一個活動背後嘅精神，就係個個都能夠抱住一顆善心，積極咁參與滅罪嘅活動，回歸社會。多謝你啊，葉小姐。咁啊 ，Catherine 同學，你設計嘅奇樂警訊就贏得今次中文命名比賽嘅冠軍啦。你點解會有呢個構思嘅呢？正如頭先葉小姐所講啦，旗幟係代表長者，然後我認為樂字都係好重要嘅，因為長者喺以前好辛苦咁樣工作，退咗休之後應該可以好快樂咁樣享用佢哋嘅人生，所以我希望佢哋能夠藉住參加奇樂警訊，樂在其中。然後對於今次嘅獲獎，我覺得好開心，我亦都想喺度多謝曾經支持過我嘅學校同埋屋企人。